来了，娘说来到等看马拉松啊？不啊，我不看马拉松，娘都来看我啊。哎，这些的你应该，你要去参加？不是的，你现在应该一人，谢谢嘞。你现在应该吃不稳定的，那么马拉松办单我。哎呦娘，真的来着呢！哎，两个朋友会当初往你插上去的，那跨个叫哈？耶，跨个就是像我吃米，我吃2块都没得。这个你应该去办。办不我不来。哎，那我要吓人啦！哎呦，那没女个啦。吓人像一个太阳就跟你变。有女个，你哪看得清爽家？你眼睛在追了一会哈。是神气个。19名来的，你看过实名制去哈？你看见阿妹妹呀，可是呀。哎，那这个汗水清我也当问得到来了呀？问不了，这不问了，风雨机构加油加油！哎，这个你们也死的啦，啊，这也拿了死的家，哎，没一个胖的呢。不会胖，你还自从你来办公呢，成功了，不会成功的呀。那个，哎，你们吃的东西应该放在这边来的，他们都不能拿，哦，还要过来了，还要转弯的。有一个人不来做啊，大爷吃地旁边个瓦锅，有一个人也不来着，冯玉去吃头馄饨，补充能量。老百姓的生活你不过，不然都差不多，房子大呢。你看你退休工资3000多啊，老百姓生活也过，马拉松也办，哎呦，金百万，你带来做啥？那么你来做啥？吃馄饨，看马拉松。我们来吃馄饨，看奶奶。来干的，你来了有啥看的哈？你来了有啥看的？你不是讲到奶奶，说在第一美男子嘛，3来第2，你都甚至第3。啊，我去年拍个视频你会记得啦？再讲去年在，前年也记得嘞。看了你那忠实个面了啊！今朝早刚刚馄饨我请你吃，来。别死，吃猪馄饨。又对着，来里吃2碗得了呀？哪还帮着奶奶吃呢？我只管你奶奶呢。你挨来一夹，你这一次。啊，那这个馄饨会不会来讲啊？会忘记他干？先包先做啊！哎呦，义工个嘞，哎呦娘啊！一大个小菜馄饨比花肉馄饨还吃。你下趟跟2个吃不得，这顿只有16块洋钿，汤特别鲜。哎，你来2碗吃馄饨呀？2碗吃馄饨啊？啊，一会儿你来得一道题，我这1个钟头出来就罢了，你这。很多2年这下面对面肩并肩，我还怕扎黑影。馄饨吃黑，那个啥啊，发黑白发黑啊！你既然是黑啊，不是黑。快点睡吧！哎呦，后头你看来叫人来等位置，让不人家吧？几位啊？俺去办了，来了干的。办着，肯定办着。你这次来锁门，这副办我不认账的，真的啦。08，请您用餐了。门外的为人来来等吃嘞。现在讲你吃茶呢，我带你去个海子坊吃茶。一个名堂进的哈个。哎呀，没我庆祝啊！你只要吃馄饨嘛，我请你吃茶。吃啊，随便让吃。有啥菜馄饨我等说话，这样小子快不睡。